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花莲县府文化局长吴景佳互人检举，伫咧将军府景点的标案有盗窃的嫌疑。花莲检方暂时约谈吴景佳，搁有文化局甲厂商的人员，先后是认定这吴景佳违反着贪污治罪条例，这嫌疑真重大，所以向法院来申请羁押禁见。因为其他人是以3万块至5万块交保。为调查花莲县文化局长吴振辉涉嫌贪污的案件，花莲地检署规暝精神包含局长吴振辉等文化局人员，也有厂商10多人。预备透早4点，5名涉案的人员分别3万到5万交保。局长吴振辉甲姓詹的科长先押禁见。海关讯问后，因认其中无姓被告、真姓被告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重大，所涉为最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有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且有羁押原因及羁押的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这案件是民众检举花莲县文化局长吴振辉涉嫌将景点将军府盗窃予特定厂商，也有小型采购案中，获申报公务车使用等不法代志，被先合禁见，另加花莲各界。检调起诉并还没有真正判决，没有进入判决没有错，但是你有道义上的责任，你有对花莲县民交代的责任，因为这个人是你用的。道义上的责任就是公务人员但是你捍卫他，行政依法处理。你可以在前面捍卫他，然后他被起诉了，你还说依法行政。除了文化局长甲县检科长以外，也阁有艺文推广科长、行政科2位雇员，也阁有4个厂商拢在被捕。这是花莲县政府这半年第2下局处首长因为牵涉不法，遭到司法单位调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